镜头来看，国民党南投县的立委马文君又好，因两个人嘛拢有经过罢免的威胁，家己宣布这罢免是无通过的。感谢选民敢收听。即阵咱是请台语台记者任兴仪、林旭凯，带咱来看服务处上新的情形。 记者即马是伫南投县玻璃町立委马文君的开票中心，根据因的统计，立委马文君罢免案无同意罢免票是5万外票，同意罢免票是2万外票。这个无同意罢免票的票数是比同意罢免票的票数更侪，这个罢免是无通过的。 另外，根据友好服务处的统计，立委友好罢免案无同意罢免票大约有5万外票，同意罢免票大约有3万外票。无同意罢免票是比同意罢免票票数较侪，罢免是无通过的。其实，立委马文君甲友好大约伫5点外就出来讲话，感谢选民对因的支持。嘛讲因袂特别去庆祝，伫判伊阁有真侪医生议题爱关心甲处理。另外，以上的票数是服务处家己的计票，最后的票数也是以中选会为主。以上是记者林玉凯甲任兴仪伫南投的采访报道，甲镜头交登去互主播。也来看这国民党南投县第1选区的立委马文君，伊的无同意票是有59000外票，是比这同意票加要3万票。马文君是经过这回罢免的规矩。马文君伊本人就表示讲，选民是已经用无同意罢免来表达民主，除了强调伊会加强在野合作，嘛呼吁执政党应该有能力来解决台湾的困境。 非常感谢南投的乡亲这一次又再次动员大家，非常抱歉，因为劳师动众，又让大家再出来投一次票。不过也非常谢谢大家，因为又让我们再赢了一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感受到我们有很多的乡亲大家的支持。不过我们也希望看到立法院，我们除了前面24位再加上今天的7位，我们31个又大团圆了。因为一开始在面对罢免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说1席都不能少。那我们现在大家共同努力，而且团结在一起，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成果还是大家都可以再次完封，非常感谢。 同款是国民党南投县，不过是第2选区的立委友好，伊是一个南投县长柯淑华的陪同之下，家己宣布这回罢免案无成立。除了表达支持者除了表达感谢，嘛强调讲未来会继续加强监督的力量。那在这一次的不同意罢免票，那我们也顺利利的赢过了同意罢免票。那这个部分也是再次要很感谢南投乡亲的一个栽培跟一个守护啊。那当然说这过程中有许多的抹黑、造谣、攻击，这些部分当然这个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啊。但是也希望说这个社会，包括我们的南投，不要再如此的撕裂，因为这种的一个选举，绝对一个不是民主社会下的选举。那这个罢免的话是赖清德式的选举，但问题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南投要的。那在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有许多的南投乡亲，都一起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。那除了大家是对于我们一个独裁看到独裁的一个反对